今年吴尊贤公益服务奖颁发予高雄期待病院的执行副院长陈胜峰。伊本身是整形外科的医生，20年前就去过越南义诊，替病人开刀，服务到今已经替400外病人恢复因的面容。也强调讲，这布施并接受是更较有福气。咱做伙来看伊的故事。阮为骹遮设计一个皮板，这个皮板会带对筋，搁带肌腱，去做重建。陈胜峰医师用台语向患者真足甲解释开刀甲填空喙的流程。20多年前发现喙空癌的患者，这几年命救回来，指名找陈胜峰整形，因为伊技术好，佮就体贴。邓教授该有较好诶。黄处长啊，这个比你同理心差。你看，我现在还没有整形，就这样，现在算是错了啦，也只是一个缺口。如果说邓教授再帮我修复一下，应该会更理想。让患者尽量恢复正常生活功能，是陈胜峰医师这40年来的使命。对啊，我上。你好，我邓医师哈。门诊看线，陈胜峰赶去病房，关心患者手术了后的状况。听到迄声吼，迄是去做血液循环的监测吼。伫今日出现严重的合并症，陈胜峰医师唔敢靠说，顶针提醒护理师后续爱观察的重点。2002年，陈胜峰去予伊的老师显微手术前辈者中研院医师魏福全邀请，加入美国非政府组织微笑行动计划，去越南义诊，替气喙的患者开刀。这20年来，已经协助400外囡仔恢复笑容，也栽培20外个精致医师。咱这台湾囡仔吼，唔捌看过世面，唔知影啥物是辛苦的。以前人帮助咱，咱即马富裕啊。咱即马有这样能力，会使去帮忙人，咱尽量用这个机会。人伫咧讲医生爸母心，陈胜峰家己画图，色彩饱甜，病人的面膜也特别清。你看这囡仔呢，这个光线足光的吼，就是表示伊是主角，其他拢个画啊乌，就是要互大家知影讲，病人为中心的思想就是这款的。遐拢是越南医师，因拢足渴望会使得到迄新的资讯。光影内底也通看出伊献乎济世的精神。做医师吼，这是我感觉对我来讲是全世界上好的一个职业啦，对，所以莫着想钱，想着要安怎共服务安尼。咱应该追求一个更高的层次，这个层次就是讲，你会使服务人，尽量来服务人咱讲施比受更有福，就是这款意思吼。2022年，吴尊贤公益服务奖颁予陈胜峰。陈胜峰除了感谢，也有更较侪后辈愿意加入这条人心仁术的路，替患者甲自信、甲笑容找到回来。记者阿敏珍、刘伟祖高雄报道。